对于67件失联的这个澄清案件哦，那么了解哦，是因为这个大陆幅员广大，可能涉及到在大陆的意外亡故、债务纠纷、经商失败、个人感情的因素、家人失和，那么在大陆涉及到一般的犯罪的行为哈等不同的理由。不必然都是遭受到这个相关的您说的政治的这个原因被拘留或者是关押的案件。那么目前，那么国人因为在大陆涉及到这个国安议题遭到关押或者是逮捕的案件少数那么因为相关的案件具有机密性，也涉及到相关的隐私。那么个案的安全问题以及家属的意愿我不便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只要政府收到那个家属提出协助的请求我们都会全力予以协助。那么我们主要还是透过正式的管道那么全力予以这个协助那么包括搜寻他们的下落包括就是请对方，我想还是具有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才是比较确实可行的。那也是本会一贯的立场。谢谢。